叫他们明了。上了家里没有？呀，你看台上不老讲你，哦，没人家里面人嘞。你里面你米江那老来的，米江那老家的。哇哦！啊，这个你走吧。米江那老家的。爸爸，你这是的送吧？我爸你，啊，爸你，送吧呀，你走。我靠，啥他妈看？哎，我多少皮还有你？哎他妈，你妈妈。哦，多少皮光？你妈妈太大的好，叫我鱼。哎，没有老被说的讲哦，大里边西边说嘛哦的讲了哇。那你几手那都是？给下王家，我帮忙家了。你到时候那没弄那个，那米包不溜嘛没拆开。